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，有2个当事人就讲，因是有点炒粿仔条含2节河粉，食落到底是吐骨老，过3天了后才无遐严重。有医生即马是怀疑讲，这米甲粉做的物件，若是保存出问题，有可能就会产生毒性真强的米甲菌酸。之前伫中国就有一口罩食番麦制品，尾啊中毒死亡。有医生就咧诱讲，咱台湾即届有可能嘛是安尼。用马来西亚乌豆油炒出金骨的色底，就是这盘真出名的炒粿仔。住伫中部的林小姐2特别上北到信义区的宝林地色食暗顿，用手机翕影片，要伫社群媒体甲朋友分享。无想到食煞转厝，竟然会吐3天。我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其实就呕吐不止。那隔天的时候也有到诊所去看诊，不过当时因为没有腹泻的情况，所以医生判断说是有可能是肠胃型病毒，而不是食物中毒。林小姐是讲，因为伊食正清，所以炒粿仔加炸走的滚两粿仔，伊拢无掺卵，吐的镜头到25才有较好，已经通报卫生局。同款住伫台南的老小姐，22嘛甲朋友上北食宝林地色的厝两粿仔，迄暗就开始落瀉。老小姐回想迄个时阵，伊感觉两正青，到尾是硬甲吞落去。我就在家里上吐下泻，看得很清楚，因为一直吐出来都是白条。我这样大概上吐下泻，吐了4次，然后拉了5次。根据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目前通报便利菜单发现人客分别食炒粿仔、厝两粿仔，陆续出现胃吐甲落瀉，也是心脏病起镜头。有医师怀疑米类制品，像讲粿仔，若保存无适当，真有可能会产生毒性真强的米甲菌酸，有可能就是造成这届死亡的原因。本身直接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的这些传递链的终止，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。那病人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中毒现象。米甲菌酸是一种呼吸毒素，温度达到26度就会开始生长。米甲菌酸耐热，使用高温煮食嘛袂破坏毒性，只要一呼吸都有可能无命。大部分出现伫米类番麦制品甲乌木耳内底。中国乌龙江省都有食玉米发酵的酸汤，一家8个人中毒死亡的案例。另外，疫情调查专家何美香嘛指出，仙人掌杆菌毒素、肉毒杆菌毒素甲菇类，拢可能是凶手。卫生局即卖上需要查清楚的，就是保存标准流程、冰箱的温度管理甲冰箱营养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